大家好，又到驚犬美食時間。今日驚犬同大家食米芝蓮中菜廳，佢係位於尖沙咀嘅胡同。喺 Center 搭電梯去到18樓就到，一出電梯係黑蚊蚊，咩都睇唔到，職員會帶你去你嘅座位。入到去坐就知道點解間餐廳咁黑，因為佢有一個咁靚嘅維港夜景，佢要有咁黑嘅環境，食客先可以欣賞到呢個靚景。我哋首先叫咗2支桂花酒，好香好純，喺其他地方飲唔到。我哋叫咗呢個6道小菜嘅餐，佢係 overnight 訂座，仲可以減10元。上前菜，前菜3小碟，包括有涼拌薑汁翡翠、松露鮑魚、糊同口水雞。松露鮑魚係切咗薄片，有淡淡嘅松露味，配合埋鮑魚嘅質感，由於佢切片，又唔會覺得好滯，好飽。個涼拌翡翠好清新，好開胃。口水雞有少少辣，下面仲有粉皮，啲粉皮索晒啲汁，好惹味。我哋加錢叫咗半隻片皮鴨，呢個係火焰片皮鴨，師傅會喺我哋面前度用明火燒，好多食客都會喺呢個時候打下卡。你睇師傅幾有氣勢，燒完仲會喺我哋面前切片，顯示佢嘅刀工。片皮鴨係非常之嫩口，個皮好脆。咁而包片皮鴨嘅皮亦都非常之薄，食多幾塊都唔會有罪惡感。下一道菜係金蒜汁燒安格斯牛柳，個安格斯牛柳好鮮嫩，份量亦都多，佢仲有啲青紅椒同埋金蒜汁拌住，好夠味。下一樣係青花椒鱈魚，鱈魚係非常之滑，佢亦都有啲花椒嘅香味配合得好好。喺上鱈魚嘅時候，佢會配埋淮山百合銀杏炒蘭道。呢個就係紫淮山，佢個樣好靚，好似拖羅咁樣，有芥蘭花、紅蘿蔔，成個餐有返啲蔬菜配合，就更加健康啦。到主食，佢係黃椒翡翠蝦冷麵，隻蝦炸到好似天婦羅咁，啲炸粉好薄，佢炸過，好香脆，配合埋冷麵好好味。到甜品部分，佢有2種甜品，包括係龍井奶凍同埋焦糖海鹽朱古力糯米糍。2款甜品個感覺都好清新，唔會太甜，成餐飯都好出色，不愧係米芝蓮嘅出品。咁當然價錢有返咁上下，我哋5個人食，總共食咗4500元左右。大家都想同屋企人食餐好嘅，我哋就推薦呢間中菜。驚犬誠意為大家介紹唔同地方嘅美食，希望大家支持，請大家訂閱、讚好同分享我哋嘅頻道，下次見。